中央气象署去年和云林县府签合作，去云林高科气象站今仔日正式启用，希望未来会当提供云林地区农渔业相关的气象资讯。请揭牌。计划按步调完成高科气象站设置，为了协助云林地方产业发展，并强化农渔业永续经营和风险评估，气象署去年和云县府签署合作备忘录，规划设立云林高科气象站，26正式启用。和地方政府的相关的应用结合，希望说能够对于我们所有的县市都能够有一个气象站，充分的了解地方的需求，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。气象署表示，云林是农渔产业重要县市，但面对极端气候和全球暖化等状况，更加需要精准的气象应用资讯。希望透过和云县府的合作，会当实际帮助当地农渔民来因应气候变迁。要有这么高的一个农业的产值，其实跟我们的气候其实是息息相关的。风调雨顺，我们才有办法会休息。那在整个农业的这个大线里面来讲，我相信这个气象站的这个落成，对我们来讲是可以讲说至关重要。乱说就讲，这几年来气候变迁大，农渔民定拄到天然灾害。如果会当透过及时的气象资讯来做防灾应应，至少能帮助农渔产业损失。气象署嘛讲，高科气象站启用后，嘛完成每个县市拢有专业气象人员驻守，持续累积观测资料和记录。记者用有报道。